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เจ้าชื่อหยังเจ้าชื่อหยัง你住在哪里？你住在哪里？เจ้าพักอยู่ไส你住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ข้อยบ่ฮู้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บ่เป็นหยัง不客气，不客气，บ่ต้องเกรงใจ不客气，不客气，บ่ต้องเกรงใจ现在我们在哪里？现在我们在哪里？ตอนนี้พวกเราอยู่ไส你有钱吗？你有钱吗？เจ้ามีเงินบ่餐厅在哪儿？餐厅在哪儿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太贵了，太贵了。能减价吗？能减价吗？这附近有卫生间吗？这附近有卫生间吗？